各位聽眾，你哋好，歡迎收聽啱啱好，我喺度，我係 Maggie。喺呢度，我會同大家分享女人40嘅生活經驗，同大家一齊去探索到底點樣可以好好照顧自己，令生活變得更加有趣同輕鬆呢？今日我要同大家分享一件真人真事，就係唔見咗自己嘅媽媽，同埋我點樣揾返佢出嚟。話說有一日，我喺度執緊個衣櫃，順便睇下星期生日食飯着邊件衫好。話晒係難得嘅日子，我想好好打扮一下。點知衣櫃入面除咗 U 記休閒風嘅衫之外，只得2條好耐之前買嘅連身裙，而且都唔太啱當時嘅季節啦。是但啦，我拎住其中一條裙去照鏡，一睇，哇！呢個乜水嚟㗎？我唔見咗自己啊！當時我個仔9個月大，每日唯一一次照鏡，咪就係刷牙嗰時咯。我諗9成9嘅媽媽都同我一樣，有經歷過或者而家經歷緊呢個心情。平時忙到鏡都冇時間照嗰時，真係嚇一嚇㗎，個樣又攰又殘，轉個頭去咗忙第二樣嘢，又唔記得咗自己咯。我哋真係唔見咗自己喎，點搞啊？屋企嘅嘢就算唔停咁做，都仲係有啲甩甩漏漏，做極都做唔完，真心攰啊！唔好話喺鏡望下自己，連覺都冇時間瞓，加上長期個人都好猛，心情差，記性差。到底點先可以停一停呢？點解喺網絡上見到啲媽媽個個都神采飛揚，做咩都游刃有餘，仲可以有時間培養興趣同發展事業嘅？唔係話我需要同佢哋一模一樣，但至少都想有時間放鬆下，做下自己中意嘅嘢。綜合我嘅個人經驗，媽媽冇咗自己嘅原因，通常係以下呢4點。第一，每日有太多嘢要處理，但就冇規劃好咩時間做啲乜嘢。總之就見嗰樣做嗰樣，當有突發事件就好易手忙腳亂。第二，每日重複嘅動作太多，喺間屋行嚟行去幾百次，又要做好多重複嘅小決定，導致決策疲勞。即係同時要做決定嘅嘢太多，令大腦疲勞，於是就再冇心力諗其他嘢啦。第三，咩都想自己親力親為，可惜時間有限，做一樣嘢想做到完美，反而用咗過長嘅時間，仲忽略埋其他嘢，結果唔滿意嘅事仲多過滿意嘅。第四，冇重視自己，冇將自己嘅休息時間同身心健康擺喺重要嘅位置上面。媽媽都係人嚟㗎，照顧人哋感受之餘，都記得要照顧自己。當個人長期勞動，休息不足，一來個腦轉唔到，好容易唔記得嘢同做錯決定；二來情緒控制能力極差，少少嘢都好易爆同發脾氣，事後又會後悔點解要對家人咁惡呢？呢啲問題我哋可以點樣去解決？首先回望一下點解會咁忙嘅？一日落嚟，我到底忙緊啲乜嘢呢？除咗重重複複嘅家務，間中仲會有咦唔記得咗添，呢樣未搞，又多一個任務嘅瞬間。去到夜晚，個人已經散晒啦。不如我哋而家拎張紙出嚟，一齊做一張任務清單，寫低一日入面有啲咩要做呢？例如煮飯洗衫，同仔女做功課，出街買餸交費，處理
屋企電器維修等等。跟住我哋喺清單右手邊畫一條線，再寫低嗰啲你想做嘅事，好似煲劇、做運動、敷 mask 或者飲杯水果茶。而家可以開始區分事件嘅緩急輕重。你有冇聽過4象限法則啊？佢可以幫我哋簡單咁將任務分類好，更有效咁管理時間。4象限顧名思義就係將事件分成4個類別： 1. 緊急又重要嘅事； 2. 重要但唔緊急嘅事； 3. 緊急但唔重要嘅事； 4. 唔緊急又唔重要嘅事。等我簡單解釋下呢4樣嘢先。緊急又重要嘅事，多數都係突發或者今日就到期，需要優先處理嘅，例如仔女病咗、返工嘅 project deadline 咁樣。重要但唔緊急嘅事，就需要長遠規劃，好似學習、親子時間、me time 呢啲可以留返有時間先做。但記得一定要將佢哋放喺你嘅規劃入面。緊急但唔重要嘅事就要盡量減少。呢啲多數唔太需要用腦，但又花好長嘅時間，最好就將佢哋外判，即係請人嚟做。唔想請人就請機器幫手，好似洗碗機、乾衣機、掃地機械人咁。而家科技好先進㗎喇，咩功能都有，唔好諗住啲嘢咁簡單易做，又唔想嘥錢，自己做埋佢好過啦。但係10樣好易做嘅嘢，加埋就會變成辛苦，仲會用咗你好多時間。咩都想親力親為，咩都想做到最好最完美，就係浪費時間嘅最大元兇。時間就係金錢，係千真萬確㗎。你慳返嚟嘅每1分鐘，可以做任何你想做嘅嘢，或者咩都唔做。休息係必需品嚟。最後，唔緊急又唔重要嘅事，我哋就要嚴格控制啦。每日用最少嘅時間同放到最後先去處理，甚至可以直頭唔做。然後我哋而家用另一張紙，將頭先待辦清單嘅任務分別寫喺呢4格入面。根據分類，我哋就可以了解到邊樣嘢用咩方式去處理啦。望住而家手上面嘅清單，係咪發現原來有啲嘢唔需要日日做，或者可以盡量唔做？有啲重複又花時間嘢，就交俾其他人或者機器啦。然後就可以開始訂立每一日嘅時間表，記得每件事之間都要留5分鐘空檔，俾自己唞下氣，同埋預留時間處理突發事件。你有冇留意啊？我將 me time 放喺重要但唔緊急嘅事度。me time 係好重要㗎，我成日都講，照顧好自己先可以好好咁照顧你重視嘅嗰啲人。當你身體健康、情緒穩定、腦筋清晰，自然可以呈現最好嘅自己，同俾最好嘅嘢你愛嘅人。今集就嚟到呢度啦，多謝你收聽，啱啱好，我喺度，我係 Maggie。下一集我就會講下邊一樣家務浪費得你最多嘅時間，而我哋又可以點樣揾時機休息呢？有一啲咩有效嘅方法可以幫助放鬆呢？休息過後可以去做返自己嘢，咁就終於揾返自己啦。揾返自己之後，係咪仲可以更上一層樓呢？想繼續聽就記得 subscribe 我呢個頻道，同埋 follow 我 Instagram Chilling in Time。
下星期再見啦，拜拜。